凉拌嘅牛五花肉凉面。哦，这个甜死了是轻度哈。哎，会配啤酒。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刚才正要讲出来。你看，应该都有这个走诶，相控寒天冻。我最害怕遇到这种，对啊，又有老师又有高手。连复读的四伏的。我真的好害怕。然后故意 demo， 哎，要做4层。 那就跟千层派一样哎。那不然我们今天来挑战101层。好，带不够。那我先去菜市场一下。大海上面有小鱼在那边游来游去，还是？他讲的好好哦。来，他懂你的菜耶。葱啊，邱师傅还偷笑哦。爱你爱你。很厉害耶。喂，团结永信。感受到吗？有。你们是哪一个梯次的？是在金门当兵呢，还是在马祖？ 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廣東朋友，大家好。還有手右前衝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大家民族。動白票。今日當歡喜呢，過來到新竹市嘅島邊嘅哦，啊，來到也係潛水站，真勁都厲害。還有 PRO Pro 級。對，咩先生就係老師，啊，全部都係高數啦。咱出嚟一片嘅來賓哦，係大跳名嘅比賽哦，常勝軍。好哦，馬上先嚟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之前嚟分享到嘅係安永涵師傅，大家好。 哦，我潘師傅你好，大家都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資料。龍龍你好。你好。接下來馬上就嚟分享到今日風吹嘅潛水站咯。好。但係媽媽兔來聽下來啊參加，分享李正基、少華哥，分享。我很敬上啦。他比較像是姐弟。 哎，肉條哦，對，媽媽好年輕哦。對啊。哦，好。好，來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吼，廖姊妹檔吼，來自新竹市嘅汪兆歡，然後邱玉榮。哎呀，大家好，大家好。你最近係提示貴語來哦，做到最辣嘅聲音。哦，你看，穿得很辣呢。不要騷擾人家哎。哦，對的啦，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謝謝。有喲。好，先來問一下風吹哦，來自新豐呀大 V 嘛吼，有推薦乜嘅好搞、好食、好料嘅冇咧？吃的地方呢有幾多？像你的康莊小吃啊，有四川菜呀、道地的客家菜呀，那當然招牌菜的話，還有鹽酥蝦。哇，這個鹽酥蝦也是很有名的哈。咱出嚟一片我推薦係新竹市哈，有一個活動，也係在做啲表演所在係冇？係，佢記到嘅新竹市嘅火車頭，記得有固定的時間哈，會到嗰片有個週末藝術饗宴，記得是有個買唱歌啦，還有跳舞啦，會當然到嗰度表演，還有也有座位。係啊，對，新竹市吼真緊見來見好咧，期盼當到攞音樂有相關嘅發通，所以當到後生人啊，都喜歡到聊藝書之後，去到街下講嘅廣場，聽音樂。 啉蜜酒，已經凍好。好哦，故事你可以有好料、好食、好搞誒，記得咱們來到新竹嘅時間，喺新竹 T 車推帶你發行卡道嘅時間來到了哦。唔過三下來呢，馬上就要來進行天館嘅挑戰。料理大屌絲，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次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一家之主，跳下來大屌絲咯！好，第二關地度呢，國家就帶咗自家嘅好東西秘密武器來老大家分享誒，而且呢個起到了已經批到那個香味，我好喜歡。先來問一下李正基哦，呀個係乜嘅咧？麻辣紅油係麼？哇，再來看一下，呀個東香誒，來走。這個最主要是什麼？是香。應該唔會懂辣啦哈，它是麻麻的，很辣，很辣嗎？真的？那張伯謙很抱歉，這道菜你是吃不到的。對啊，一樣是辣呢。師傅，你批看呐？不但講辣辣甜，它又麻係嗎？對，很香很香。這個跟玉龍姐一樣辣呢。因為哦，給亮撒都是教人家考廚師證照的老師哎，真勁同厲害。好，我們待會再深聊這個，先請教一下用下嘅麻辣紅油，有冇帶來嘅菜名我懂嗎？涼拌嘅牛五花肉涼麵。
哦，不要给甜死了是轻度哈。会啤酒，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刚才正要讲出来。你有呆吗？冇推到。哦，等下再好了，洪吹有信心吗？有，加油！加油加油哦！加油加油！攬水嚟一片，唔會受硬哦。今日大女嚟動厲害嘅東西按到。拐式妹啊，哦，英國係自家做嘅嗬。係自家做嘅，你啊差唔多做1年lang咧。我今日那怪事妹做埋料理。梅花三農豬排。梅花三農係乜嘢啊？為什麼會取名叫做梅花三農呢？是因為佢係拐式妹啊，佢有梅有肉，還有梅有汁，還有個梅花肉。哇，非常期待！等下體育館兩沙比賽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好，兩組呢個個都已經準備好自家嘅食材耶，馬上倒數3、2、1，搶開始！走得快走咯！我太看好我們這一組，因為那個味道我已經想跟他買了。真的，而家係講係自家做嘅哈。對啊，那個味道對不對，師傅？而且佢們有做狼盤呢，一定很有看頭。大家都去看一下。好，哇，準備有洋蔥頭，早就冇用用。洋蔥頭哈，來切絲。師傅還很信上呢。對啊，少華哥，你給我們了比賽，還是我們就示範做料理之後哎。對，我這樣不知道把這個隊長，你們要不要？哎，隊長是沒有佔分，他們兩個壓力比較大哦。啊，少華哥，你好做料理，係媽媽教你的嗎？係啊。哇。今天媽媽感覺站在這裡是監督哎。她已經在心中打分數了。她在監督有沒有把料理學好？安尼啦。幾多歲開始老媽媽學啊？19歲啊。19歲。19歲。做餅進來個係。做餅。即小弟唔係學副菜啊？唔係。哇！咁你做料出菜，既然少華哥做嘅話，呢陣時就讓你講嘢係好啊。我也準備一切嘅嘅用網。切膜，切到乜啦？嗬，切到乜？今日嘅麵係用乜嘅麵啊？黃嘅油麵。該片就日本用變曲變起來係乜嘅？洋蔥頭，佢嘅咪嘢切絲絲啊，一啲邊陣，但唔會辛辣味。誒，嗰3貼調味料係乜嘅？4貼冇？4貼。有公鹽烏醋。有啲蠔油，有粉頭角，有鮮雞汁啦。那你個牛五花有些滷係冇，不用買一滷。不是，牛五花是很薄啊，燙一下就很嫩。燙一下，比較沒有什麼腥味。會嫩啦，哈。好啦，而家時間有，等下過多咗來哦。拜拜。拜拜。哎呦，都特別哦。哇，那個奇異果，我不知道從哪開始介紹呢。來，新奇啊！自家來紹介一下。你係我哋自家做嘅相控寒天凍。哦，寒天凍。對。那地北都係什麼？係蝶豆花係嗎？對，蝶豆花，然後那個紫色就是加了檸檬汁。現在的工序也是3道，就是1、2、3這樣子。狗散罐啊。對。哦。那個係馬蓋 cheese 嗎？哎呦，你要溶開的係馬蓋，這個溶掉的。那係 cheese。哦。天啊，這個爆漿哎。哎呀，用煎魚類，我拿來煎呀，係拿來鋪。拿來鋪。今日兩罐你用嘅秘密武器係拐式妹，你們打算把這個味道用到哪一片？去籽之後，然後我都包了起司，還有給梅子汁，梅子汁是等一下我們做的醬汁。我做嘅秘密武器應該黑呀，當初。對啊，那個是彩盤也是。這個比較特別一點。玉蓉姐太多秘密了。啊，該就該酒係冇注酒啊？該這個是檸檬汁，然後你係桂花蜜。哦，對，我就說很多秘密吧。覺得很好吃。所以等下要注醬汁啊，所以等下桂花蜜的話，我們就是打算要淋在那個寒天凍上面。對，這樣比較有味道。挨到大家講，你嗰片係線上教您煮菜嗎？伊龍沙係比賽的常勝軍。哇！自己講出來，你得過什麼第1名？就是新竹市主辦的，為了爺奶設計的一個營養的餐。對，然後我們就是3人一組。我們得第1名。哇！他有創意，有擺盤，還有很多。剛剛永基說說小心油溫哦，我們先幫你開下去哦。我這個開溫哦。好。定上紅。牛不用入來。它的顏色已經會動氣呀。對。手去看起來長得有些。這個該下就講係牛五花嘛，哈。對。哦，這個添起來吃很棒。
那你拿中料去调好，够淋到蛋糕吗？哎呀，哦，所以两面都够夹。你那个麻辣油哈，还有个挑梅哦，除了那个乌醋啊，还有干嘛干？香菜它分2瓣哈，一个瓣在里面增加香气，一盘然后是走盖含装饰使用，还是会。那比例就给你吗？过去就好了。比例啊，风油1大匙，跟乌醋2大匙。哦。该香菇素蚝油4克，4克的量。好。那肉的部分150克还没啦。好像在上课哦。标准化，也总好诶。不用考虑，多呀，这边哈。哦。那脚身强啊哈，不用考虑，你来不用考虑哈。辣椒诶，红辣椒诶，斜切片哈。係咪係肉掉硬啊？係咪燒咗肉半去黐一下？哦，唔是，兩係2吹哈，唔是呢哈。那考慮。茄子。哇。兩係戴手套。哦。好，那拌啊。表演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哎，按差不多。那我们这边算差不多 OK 了哈。我看下冷水。哇，这个猪排非常好吃，最主要係。而家俾我哋自己滷一啲梅醬料落去，非常解腻。然後過一點哦，要做4層，那就跟千層派一樣哎。那不然我們今天來挑戰101層。好，再不夠，那我先去菜市場一下。我吃個帶盤的來。嘿喏。這個我跟你說，這一集太難評了，我最害怕遇到這種。對啊。又有老師又有高手，用注讀係4伏等。我真的好害怕。等一下學聊個師姐，我賴一下，我看戲啊。哦，應該走得了。嗯，要回炸嗎？需要嗎？不用了，不用好了。一種。那剩下擺盤了，是不是？我先擺下去。對，分擺盤了呀。好，那我們就先來一倒數哈。好，現場馬上倒數。是。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試試看啊！鐵管地度，內務卡米西卡站的哦。好呀，某時候鐵管呢就按精彩，兩組都會煮的時間，觀眾們有應該沒有發現到誒，哇！今日真嘅係師傅級嘅，pro級嘅哦。睇下先來試試看啊，風吹嘅咯。伊會香，不過夠辣哦。嘟嘟好。它的椒麻香氣真的很棒。那天來食咧吧吼，青塊皮。義珍老師，你吃用飯咧？最好食啦，也有溫辣嘛吼，米口真好啦。一條個米湯都嘟嘟好。少華哥，你有沒有周圍有滿意嗎？滿意。是滿意，因為佢酸後兩個比例的，對不對？等於有配方啦，有配方比例的。同後食做得很好，因為它有就是說有麻辣的感覺，同後食。要取到幾辣哦，咩死辣？對，可以香氣下衝。對，然後洗起來就是還蠻有層次的。哎呀，那秀芬姐呢？它的麻辣感覺不會太過。不會說嗆到讓人家不舒服。我冷水嘅梅花山弄豬排，每每秀音哦，給叫到食看。好，我先選哪一家？這等於是2道菜了哦。先是豬排好嘞。好。然後跟寒天凍，就是說從個飯後的甜點。哦。阿夢你有賴死哦。哇，這個豬排非常好吃，最主要係而家俾我哋自己滷一個梅醬料落去，非常解膩，同夾。問看老師就啲，義珍老師，以你高後來講嘅飯，之後練出料理樣版嘅。也紫蘇梅啊，真叫模式的。結果用安尼來做料理啊，米湯真好。少華哥，你知道嘞？真好吃啊，它炸得很酥脆啊。對。裡面又有梅子的味道，解油膩。凍好食。它用下來又很多個蝶豆花哈，色澤上面的搭配。那凍醬，凍醬，咱去到冷水哦，魔怪哦比賽做得長勝，因為你看假使是用肉片吼爆得個怪細妹，即凍簡單的，個地皮度還有起司嘅香味，個酸紅還有不用加蝶豆花，地皮度還有椰香，就這樣，用個搭配係馬上上到啊。為了這個節目，然後我就
来想来这个食物这样子。嗯，那你几个来拼嘎一下？动漫椅啦，谢谢啦，谢谢。那秀芬姐嘞？因为我们有试做过一次。我觉得这一次比上次试做的更成功哦，有进步哇！对对，挺厉害哦。是。不过两组表现都安好，都在4副运用版来评分的，大家来看哦。紧张了，马上先来请邱师傅抢分数。风姐，一下看一下啊，两个抢分数。蓝抢球，邱师傅抢公平。两队的米托拢做了嘟好，几好，都有各自的特色。蓝吹呢，冷的蝶豆花，如果说它的米托可以跟着它的炸的梅花三弄猪的味道有连结串在一起的话，呢会够好。不过也个创意很好，因为它的视觉。做得非常漂亮，谢谢。那风吹呢，当然，欣赏的都功夫中那调味的比例也非常好，它的整体性显得好一点点，所以我给红队。好，你下半两个来公平。做用吹拢做动好了风吹那边还是建议啦我用温水先勾它，再浸本水，再烘一轮，可能那个碱水味就会抹暗稠做有一些打松，这是一个建议啦蓝吹那边呢做整体是懂有创意但是我们同样分建议啦迄我做的话，我老要做成像个温沙拉样的同样我有生菜沙拉，炸同样按来摆，那个活动按来有一些打松。我为了切像个小丁样的贝肉蛋糕，我为另外煮酱汁，用那个紫苏梅，各位个玫瑰花，玫瑰花不用从一天有些打烧，玫瑰花我会熬出它的玫瑰花的香气，带给梅子煮姜再淋下去，可能整体会较好。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啦谢谢。好，两组呢已经按理会的，不过师傅呢还会提出一些可能还做得还较好的素材。不过稍后呢先休息一下，可以还给你牛含师傅带来嘛料理老太七家分享哦。食材好料理，好，今日呢又来抢到牛含姐来带来料理，今日菜名都嘛该鱼飞鱼。哎呦，很简单哦。鱼飞鱼是什么？到底不是那个飞鱼哦。所以唐公今日两套菜唔系荤的，系摘菜。摘菜。又买食材。手工的贴麸皮、海苔片、越南春卷皮。还有嘛改？面粉。我们要等一下粘合用的，虽然这是素的。在，不过叶米图在做够用失败，我就用一些蒜头、油麻、辣椒、青葱。还有拍麻对。好。就安内。那我们先切新香料。好。为什么叫鱼飞鱼？因为其实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素食的那个鱼。所以从一般嘅没有特别嘅名啦还是会用大家习惯嘅东西来按名。对，因为让大家听听做的反医生宰菜啊。我欣赏你俩套菜唔系全素全斋的你系这个5星的，对不对？对。因为仅仅是全斋啊，素食。你如果要吃纯素，也个酸条辣椒做不得。连辣椒也不能加有的是不吃的。他现在有问题就在讲大概是我们等一下配色，然后最后起一个香米啦。所以等下先配料嘛皮料啦。两边要对半破比较精致，比较细。等下有进水吗？不是。而且冲发。我们这边是备料差不多了，不过那边搅那个面糊。有粉吗？有中筋啊、高筋啊。用中间的煎炒还蛮盖让它粘合。所以水怎么得调豆嘛他们都有好诶。来呀来那个面糊要好诶。这个跟在外面看的有点冇恐容哦。对，手工豆腐皮。
你蛮朴啊，你走出来就安用音。该粉浆哦，弄送洗剂后，它这个会容易破掉吗？所以它要放在那个袋子里面，比较不会脆掉。然后过一 demo， 要做4层，那就跟千层派一样有的人哈不会做1层而已。洗千下好学的哈。个盆哈跟米头某相同，口感也不一样。那不然我们今天来挑战101层。好，带不够。那我先去菜市场一下。哦，月青豆腐皮，月青海苔。那他等一下加个馅，会当冲的吗？等一下，我再变魔术一下。我想说，哪有鱼长这个样子啊？对啊。对啊。你怕妈妈干呢？做得讲一下。老师讲体育层还没记得嘞。第1层，第2层。等一下要加热还是要用泡的吗？要泡的。哦。豆类的制品其实有泡过吼，够香。我觉得就是千层蛋糕了。这样当冲一种零食，你们知道吗？爱弟。鳕鱼。对。鳕鱼想吃。越挑安用的。他们都切1公分。修粉剂有问题吗？那个小碗的那个是芝麻吗？对，熟芝麻。就它只有撒1层而已，是吗？对。那我们可以抓一点18枣粉，等一下去炸的时候，才不会粘起来吗？对。这道菜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昨天捅熟要走，用它走。还有泡鸡油啊。让它稍微浮起来，有18刚有好所以它这个鱼飞鱼，它是模仿那种小鱼干。有看到吗？有鱼的，也个收来收去嘛。想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哈。那我们现在就炒也个新香料。用麻酱咯。用麻。酸甜。老师，那如果这个地步，加到个坚果类做得吗？坚果类你可以压碎一点哦。不过要出火来咯。就是要把它比较好包这样。对。加不用油膜，不用按豆哈。因为我们也个小鱼干油的。你真的叫它小鱼干呢？不是鱼飞鱼吗？那是飞小鱼干哦。那么胡椒粉。也个胡椒粉某相同有那个肉桂。五香粉。这要去哪里买？自己调的。那两罐呢？那个匈牙利红椒粉。不会辣。不会。它的颜色够强啦，眼睛唔得呀个呀。它的那个裙摆，泡一下18油就做得嘞。我已经泡过就有去硬贴，因为用办会爆啊。唔免爆要唔免爆要摆盘的。那个下薄的盘的哈，有点像虾饼18葱。哇，给摆盘的很香哦。这当不是辣椒粉系吗？没，匈牙利红椒粉。通常是什么料理会配这个匈牙利红椒粉啊？西式料理。不过吼，也个厉害哈。如果说我们放在高汤上，吃起来像蚵仔煎，真的蚵仔的味道。大海上面有小鱼在那边游来游去，还是？他讲的好好哦。他懂你的菜耶。邱师傅还偷笑哦。爱你。很厉害耶。喂，团结同心。有感受到吗？有。你们是哪一个梯次的？是在金门当兵呢，还是在马祖？如果说我们放在高汤上，吃起来像蚵仔煎，真的蚵仔的味道。我一定会买，係冇？18用米嗰個。好，我哋可以看。魚飛魚，按樣出好些咯。我到魚飛魚，係一個雜菜，睇起家來吃吃看呐。
这本竹荪各位呢很有嚼劲，它刚才又懂香，而且真的有一些香跟五步哎，有一点像，因为越熬越香啊。对啊。地震记吃到嘞，因为啊又有用嘅芝麻，又有紫菜啊，口感归好啦。有感动。对。少华哥，好啦，我知道你想要点麦酒啊，赶快两边而已。哎呀，师傅在做的时候，他又比较精致的，就是有加白芝麻，那个香气会整个释放出来。又很开香啊。很香，非常香。然后又看到那个不一样，就是用粤式春卷对，高油温下去炸的时候，那个裙摆，感觉像那个海浪花，有没有好会讲哦。粉斗盖浪花，感觉上面就是大海上面有小鱼在那边游来游去，还是？他讲的好好哦。他懂你的菜耶。邱师傅还偷笑哦。爱你，很厉害耶。喂，很厉害。咱嘴里阿票，阿这边血都冻家了。它真的已经有个海味，再配上它的那个辛香料，然后那个味道真的是一绝，让人家回味无穷。哎呀，你要看主角球，本观众朋友看到两片走在一铺喷腾那样走，对，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出大菜。对，秀芬姐觉得嘞？我吃得到它的层次，它在饱满中有层次，蛮幸福的。哎呀，对，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片，可是你吃得到那种饱足感。但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嘞？用清简单的食材然后豆皮，然后海苔结合起来以后呢，發揮出同鐵有海味，天有小味，天上有口感，天時呢有啲辣辣的，都一罐麥酒來就清度好安尼。係啊，所以呢，因為要用出來發揮到同好。謝謝。頭前係一畢業，馬上來進行最不美館的挑戰。百變料理網，兩喙愛喺寒天嘅時間底度，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亞冠唔但將係比美食，沒有比創意哦。到底內喙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一家之主，人哋誰來上菜了？哇！特別來到新竹都做啲原色很好冇強用嘅鐵山。上一食係水戰倉，他要看個米粉，吞下兩百係乜嘅？就係貢丸。公演哦，最有名的。師傅吃到嘞，公演你這邊發馬料理嘞？做那個燒烤，做柴魚，美乃滋，再加動作章魚燒嗎？黑醋。好像不錯哎你用過咧？你有咩想法？我之前有做過就是公演新竹嘅公演撈米粉，結合起來。我要先攪一隻客家嘅泡菜糕，去包一公演，包好以後再去燜嘅米粉，米粉炸過以後有油味，我再去燜嚟再去炸，我再做其他米食的炒安尼。公演講真嘅呢，佢不用冷咩做事。因為一煮後佢就殺好哎，所以你冷的吃也很好。哎呀，好不管用哎，馬上就拿一個新竹菜天嘅公演來進行最不美館嘅挑戰。觀眾朋友，你想到冇公演做哪有做乜嘅變化呢？先來問看下馮翠請問一下帶來嘅菜名都乜嘅？鳳眼呢，摸海脯。鳳眼呢，摸海脯，風丸子，螃蟹堡。按用一堂就提供有嘛基本色彩，而且加入新竹係嘅逢賞嘅逢，對不對？好，馮翠有信心嗎？有，加油！加油！來看下藍水兩片外用公然做出嘅菜名安度。團結共心。有感受到嗎？有。你們是哪一個梯次的？是在金門當兵呢，還是在馬祖？團結共心。哇！結合到嘅菜名地步度哦，等一下最尾一關咧，有信心冇？有，加油！兩吹看起來都準備好勢，現場馬上倒數3、2、1，請開始。咁開始咧。呀哈呢，佢下條我名嘅時間都懂用心。這種亞族呢叫做風丸子，鳳眼呢就是新竹風城嘛，丸子。對啊。新竹就會風城。錯。對，你下愛做嘅係有摸海多啲嗎？
没有蟹黄。摸海没摸海布，是不是这个概念？对，跟刚刚鱼飞鱼样，鱼飞鱼一样带个新丰的海产。哎，我们用蟹肉跟寻味棒味道带进去里面，带海的部分搭配刚刚老师的浪花，哇，再加上猪肉，肉加羊肉，鲜味就会出来。该养给黑马盖。黄金鱼蛋。黄金鱼蛋，你来介绍好了哈。你是不是害怕讲话？妈妈，你来介绍。妈妈咯，假如放萝卜上诶，刮起葱圆的油油，蟹黄对，哈，也诶伊诶公盐同伊诶黄金盐，伊都切好诶，也还有豆腐，鸡蛋豆腐，鸡蛋豆腐，假如加工过诶摸海，等下都要切油。所以我们真的有摸海啦，有啦，摸海。我来看千倍係咩？含卵啊，卵摸啊。对，也含卵盐。会要加进去。乱摸。咸蛋黄蒸过之后加下去，它的咸香味会带动整个风味。我们都是用这个当做是假蟹黄。它的颜色，也它是做炒油的时候颜色会。偏色啊，会变色，会变色。好啦，你等下我都转来哈。好，什么鱼？哇，阿姐，哇，两边长的澎湃吧？哇，还有泡面哦。我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介绍了。阿姐应该来讲，我就係做贡丸嘛，哈，所以我就會用贡丸的重心來做一隻撈米粉。因为信州的名产就是贡丸捞嘅米粉嘛，哈，就会捞去走大概5福卷。5福卷？对，就是用5种的食材，贡丸捞米粉也挺有嘛，哈，然后还有凉笋，还有令狗。有。然后还有个豆苗，捞去做成个5福卷。捞盖有点像那个越南的酱汁哈，然后对，炒越南的酱汁，让它就是感觉动清爽，用口香用。看到这边不知道是做什么料理，这是做过呢，还有海味哦。哎呀，因为我们是做越南调那个鱼露的酱汁，所以它必须有一点海鲜味才会好吃。因为两头没说系海陆大餐哦。对，因为我们就是充分利用食材啦。对，它是用那变广告号，然后是捞盖我们的那个。虾子、哈音哈，然后就是来海陆结合，做成那个生菜香松这样子。你睇下講你係蝦菌哦，係要加粉係嗎？一點太白地瓜番薯粉。我想要先幫你皮料一下，好，你等下過轉來。好，好漂亮哦！這個是什麼？那是櫻花嗎？加工的經驗摸海腳，摸海腳蟹肉棒，蟹肉棒。哎呦，自己做蟹泥，对，这样子用它黑啊，它会融合在汤头里面。一半呢，我们就不切泥状，口感好，放在上面，呈现有蟹肉，有该抹开哈。也加价值啦，高油啦，嗰度豆腐。知道李整基啊，董聪明，因为你搞一个拉要注册过后，你就可以是考脚就好了，对不对？老师讲你原本係咩樣用？少華哥有聲音的嗎？有啊，青島啊，亮嘅，唔係啦，亮嘅，聲音都得講青島，好好這個才能講青島。在家福中心。一松口啊！那青岛聲音的啊，所有都是你的疼愛的小孩。係啊，未來的棟梁嘛。讓我切要，也含卵黃，哎呦，準備。哇！你是不是想要去塞那個刀子？對，我覺得好像炒冰哦。嚟差唔多嘅哈，加油。假如4湯匙哈，來，然後鹹。也加啲鹽味上你以前對，先炒多魚嘅葱鹽呢，卵黃嘅顏色哈，就變成好像有蟹黃哦。炒到個地步，對維生素會出來啦。對，因為那個紅蘿蔔的維生素是親油性的油脂性的啦。分兩個油哈，有偏血的顏色的哈，對，有變色的哈。慢慢的去炒。剛沒講，你只要出一張嘴就好了。它就是手自工啦，然後如果龍應該寫，然後它就嘛都有挺起來用。
我的老台有哪一天的关怀据点走的雪兰花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有含义，也非常好吃。你懂不讲出来呢？但是两位老师，你好像忘记有在比赛了哈。老对讲都暗号哎。我会所以讲出来，可以吗？有偏写的颜色了哈，对，有变色的哈。慢慢的去炒。哎，刚没讲，你只要出一张嘴就好了。什么少华哥？哎呀，他就像公安。妈妈来操作一下，有亲子感呐。安岩山有互动。好会圆话哦，好会圆话。哦，来。你要盖来的读安不煮哦？给啦，新球太新球各位煮啦。哦。那你给比黑马皮糖要吗？干吗？冇，也没皮糖。因为你给用痛须啊。给都给子的，鲜鸡汁啊。鸡汁。哎。这杯米就会像我们吃的这样，外面的蟹黄堡那样。哦，那这样差不多。好，不用调理。加油啊！好，谢谢。哇，俩盘厉害咯。这什么哎？拱人烙虾晕呐。好看哦。因为我们他是讲，就是拱人那个变狗狗嘛，哈，是拿来烙个虾晕，用虾炒啊用，然后咧系。等下，还加水果入菜是水梨。哎，可是你催苗都嘛该嘞？团结，你忘记了他们在马祖的。团结，因为拱人嘛哈，但是我们是觉得，因为给归你哈，嘿，穷容谐音字。对，所以就是穷性，所以我就等下摆盘的东西是不是用个同心圆的方式？哎，师傅，真紧哦，会煮菜嘅人动力会唔错。但是会摆盘，顾到画面没动穷着。真的，而且以下的话，没可以传堂哦，还用心做料理。自学哦。你们都从哪里学啊？一家之主吗？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都该关怀站。我就去做志工啦，然后如果老人家写，然后我就嘛都有兴趣安用。我的老台有哪一天的关怀据点走的雪兰花啊？我就去到个后山社区的关怀据点，嘿。对，嗨呀，个嘿，变到顺后呀，那个我们要包起来吗？对，嘿。是像虾松那样吗？嘿，等下是会捞个那个生菜，我就今天是用个。太凉麦呀！哦 ，A 菜，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手工艺，秀芬姐跟我们解释一下。我就想说要结合我们在地的新竹的米粉，对，那我今天用的是调和米粉，因为它的 Q 性比较纯，它不是纯米的，对。然后呢，把它绑起来，也是代表我们族群融合嘛。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是需要团结啦，哎，对。你说实在，你那个年底是要选什么？我支持你。我选护长。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你。没办法，我自己来。对。哎，其实你们已经剩下摆盘了，对不对？对。好了，刚用 Annie 就来倒数喽。现场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看呐！这一杯米馆用公演编出的料理，那组卡赞的哦。新竹公演的料理，睇起嚟有10個幾多種呢？我相信哦，可能有2種頭擺都冇10個哦。哎，你先來吃風吹的俩，你愛出很多鳳眼呢，冇海寶。好，那來吃看呐。哦，它有鮮味呢。公演啊，老店伊安用都油的安用的冇海寿司吼，含加加上黏黏的嗰種甜落去，含加我知道基本啊公演變到含加溫順一點嘅，當好食咧。麗珍姐知道咧，最主要嘅要加嘅含卵黃嘅，安尼都要去炒過，提升它的一個香味鮮味。出去來都加。會上劇，所以睇完4字出嚟的都當合適。來門看一下，藍水嘅阿姐對風水嘅評價，就是有那種鹹蛋黃的香氣。
对，然后豆腐像豆腐那嫩嫩的感觉，口感还蛮好的。哎呀，没想到还做这种安用个变法哟。哦，啊，师傅拿这嘞，你知道嘞？我觉得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豆腐煲，对，然后又有那种蛋黄，因为记得公然是会日本的公然啊，不过记得这样曾经挑过去后，哦，还好厉害哦，两下就来完成一下，跟下两个就讲到世界级咯，非常厉害，两种口味嘅团结同心。好像来到越南哦。水分的清爽，对大家好，用它的鱼露又加雷蒙落去两条。有的人还讲讲是鱼露有一种甜蜜吧，他就把它调和的很中和。老师你知道嘞？个米汤啊，同入皮嘅色，全部都归轉歸記嘅嗬，就看起來也都歸清爽。大華哥你知道嘞？但是昆斗是团结同心哈，这一道菜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对。那客家人不管是台湾地区都是团结在一起啊哈，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城市上面哈，它很均称的，没有各自去抢位，做好自己的本分，好像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有含义，也非常好吃。你懂会讲出来呢？你吗？对啊，但是两位老师，你好像忘记有在比赛了哈。老公啊，老对讲讲到暗号诶。好诶，所以讲出来哦，系嘛？讲60分啊，讲60分。我真够好学的，尤其开姜梅酱的那个挑的嘟嘟好学的。酱汁是越南嘛，因为现在是说世界本来係日家人嘛，对，所以應該就是想講愛用來做不太家款那樣。師傅拿真知道嘞？因为其实这一道料理对我来说意义蛮深远的。哦，对对对，因为我们是用圆盘嘛，然后第一层就是外圆，然后圆就是整个用米粉把它绑在一起，就大家要团结，这整个同心圆的感觉理念很好。对。闽客一家亲，元客一家亲，还加都系沃卡丁。刚好个鱼露还撇就挑过，没蛋场一半的挑鱼露婷婷哦，所以整个就不应该置身在异国家乡的感觉，非常的好。我都在师傅用班的拼粉呢，也给了看哦。好，紧张的时间，我都留先来请邱师傅抢本分数。蓝水的粉，大家来看一下阿两个抢本分数。耶！邱师傅抢公平，红翠呢？它是属于功夫料理，归庸型，因为在练蟹黄也快哈，需要花一点时间。不过蓝翠呢，它是把这些料理做的米汤哈，做比较多口味，有把它跳脱出来。它的创意有加7-8分数。今杯的主题是比较接近创意的，嘿，那所以爱本蓝翠获胜。哦，然后完全阿两个来解说一下，咩世界级餐点吗？阳翠就会真言说旗鼓相当啦哦，真是的。来讲起安尼款啦，但是我要先讽刺，因为个蟹黄是确实练了以后啦，因为练蟹黄真也算功夫菜啦。人家带要有厚，那有办法练出厚的蟹黄啊。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是爱功夫啦。啊，蓝翠叶片呢，10分用心，啊，然后。也食材发挥做量用的口味，但是呢，我做动可惜的讲，看起来是2种口味，实际来是1种口味。哦。啊，做动大手。假使讲今日人家写松叶片，哦，你可以炒其他米，就比如说炒 XO 酱的啦，也炒甜面酱，也甚至讲暗晚就看安尼炒个挤点沙拉酱啊，也和风酱，至少2种米是无重要。就像我讲的。这是外民族，也另外一种民族，他们还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变2种元素出来，把又还可以结合在一起，我就觉得要用创意料理就太有特色安尼啦。好了，两组呢，可能都会各得到1分，不过讲正经的哦，我相信师傅跟他们是动手脑筋，因为2组嘅变化都同好势，啊，不过剩下来马上就来颁奖喽！耶！好了，经过呢2泰馆嘅比赛过后，今日成绩已经出来。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紧张，因为呢一个欣赏，一个呢就是比赛常胜军，好的，今日嘅
果然证明的啦吼，两组都系实力上当，两组都会得到2分，都会打头名，恭喜！恭喜！现在恭喜风水得到1500元的加彩金。哇，50岁。恭喜！蓝水两片的是2500块的加彩金。恭喜！对么？今天节目呢，都难得做抢到2位，2、3迄么人哎来报名诶。呀，我来耶！少华哥想报名哦。我来耶！哦，刚有一番妈妈先老太太讲，本来嘅好等来也特别比赛，规个参加下来过后，心得样办，老太太分享一下。最头先感觉个几紧张啦，吼。不过看到太监也安慰住，哎呀，几欢喜呀，吼。我来也我安慰住，几欢喜。按定太监人要按辛苦来到也这边，佮想也。节目真好，太监也爱继续来呀，来报名。感谢你，真是。少华哥一开始我想来报名咧，规个参加落来过后，感觉样诶？我在想啊，也是人生当中不断去学习啦，有老师在专业的做指导哈，这个大家的技术传承才会传承下去。也是社会上面年轻人才会学越来越多的菜色，它整个菜色上面才会更加的丰富啦，来用啊。而且亚白啊，还听妈妈叫我来比赛，我相信那个很难忘的回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有没有要谢谢妈妈什么嘞？双脚跪下。谢谢妈妈一起参加啦。这个小孩子到大都是受妈妈照顾。吃的丰盛哈，也是妈妈在做料理。难得一起来上个节目，带给妈妈有很好的回忆。真的，那这个奖金就给妈妈喽。对，一定。那你要再加码喽？我再加码。再加码是？加码买啤酒。好，可以，恭喜！好，我两片的蓝水哈，同阿姐穷下来哈，那个感情，那个心情，就在老大家会分享嘛。因为到了的哈，学到更多的东西哈，然后所以我都有专业的时间嘛，会努力，我都有这个厨艺哈，健送也千多万用，希望的。大家咧系小本阿姐，今日来到两片啊上节目，好搞么，老大家分享，蛮好玩的。因为我在这里就是谢谢一家之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下次我们一定会更精进。然后把更好的创意料理，然后让大家来品尝。对，谢谢。谢梦。哇，假设大家有闲哈，有空的话，也欢迎大家去马祖找他们玩啊。好啦，讲笑啦，应该看得出来大家对个主菜非常有兴趣哦。唔错，两组呢，你行係清油福氣嘅，做得食到大家嘅素卤菜、好米絲，唔可能一種共用嘅食材哦。你講介紹嘅想法，行家用心落去想嘅吧，真讓我本身的人感覺到輕幸福。那這個呢，就是可以製造的幸福，可以製造的浪漫哦。所以，假設你想我感受到啲幸福感哦，日日打電話嚟報名參加比賽哦。冇錯，依家資助等向下來到位嘅大雕師分享不卡嘅好米絲，下禮拜再見，拜拜。